ESG 的部分。哦，对，所以这設備一直導入哦，第4代了，所以你不做的話沒辦法。更安全，效率提升。對，所以年輕人才會願意用這種。你看這一個東西一個系統要300多萬。市長黃偉綽前往金屬加工甲機械製造產業工廠，實地觀摩設備防護裝置甲作業流程管控，聽取如何針對高風險設備導入防護設計、甲危害辨識、甲風險評估、加入日常管理。祝福各位策馬奔騰，零災達成。年關接近，各行各業無用着加班趕工，風險嘛也懸，尤其高風險產業，絕對袂用的因為趕進度，就無注意安全。因此，台南市政府啟動2026年度大台南春安聯合檢查，全面守護勞工工課場所安全，強烈監督事業單位落實職業安全衛生防災作為。不管在工作，不管是在這個自己的職場裡面，都能夠平安。那這有賴勞資雙方大家一起來重視這個職場的特別的安全，尤其一些有一定程度危險的這些工作場合工地或者是工廠所以說我們要特別注意。作業形態變化較大，可能會事後造成意外。勞工局表示，檢查核心並不是要採罰，透過輔導、宣導、檢查、跨界合作，協助事業單位強化工課場所安全衛生管理，降低職災風險。台南新聞社會陳鴻報道。